而家你可以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又或者瞓低都可以。如果你今日覺得低落，或者好重嘅無力感，做咩事都提唔起勁，喺呢一刻，你唔需要逼自己振作，亦都唔需要去強迫自己馬上要變返好。喺呢一刻，你只需要畀自己停一停，畀一個10分鐘嘅空間自己。請你將注意力輕輕咁帶到去呼吸，感受一下自己呼吸嘅節奏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呼氣，俾每一下嘅呼吸都變得更加深層、放鬆。如果感覺好沉重，都冇問題。我哋並唔急，慢慢令到呼吸成為自己嘅重心。而家輕輕咁問自己，呢一刻我有啲咩感受啊？可能心入邊一直都有一種低落嘅感覺，可能並唔係好強烈，但佢一直都喺度。可能係煩躁，或者疲倦，甚至係焦慮。無論呢一種感覺係點，佢都可以存在。我哋唔需要批評呢一種感覺，只係承認
就可以啦。請你留意一下呢一種負面嘅情緒，而家喺身體嘅邊一個部分？佢留喺你嘅心口度，膊頭、額頭、定令到你個胃有啲唔舒服。我哋將一隻手輕輕放喺嗰個位置度，好好感受一下，並唔需要改變佢，只係溫柔咁陪伴住。而家，請你留意一下，你有冇好想推開呢一種感覺？又或者呢一種感覺令到你好困身？如果有，其實都冇問題㗎。情緒本身並唔係你嘅敵人，佢只係一個信號，提醒你要照顧自己。請你想象你心入邊有一個空間，你可以好好咁將啲情緒放喺入邊。呢一個空間比你所感受嘅情緒大好多好多。呢一啲感覺只係你其中嘅一啲部分，佢唔會完全代表你，或者取代咗你。而家再一次將你嘅注意力翻返去呼吸身上，一吸一呼，感恩自己願意停落嚟。如果你準備好嘅話，慢慢張開眼睛，將呢一份察覺帶入去
你嚟緊嘅生活入邊。